對一個海潮嘅指點開始，現在哋看到對海潮嘅指點一本書地圖，包含一個詩嘅纖維，地圖又講到其後生世界嘅一系列詩作。現在哋看到後生世界曾幾何以前佢哋創作嘅世界，其實有改到嘅對美、對生命嘅一種想法。嘅一種想法，現下看到可能會感覺係屬於青年時期嘅一種小作。不過，其實對當時未已經展現出該成熟嘅一個筆法。詩嘅纖維大約就係寫到1970年，嘅接下來對日本詩集地圖嘅第二部分，就係高雄等等嘅一個部分，其實就係開始接近到當時伊個佢迄個環境就係高雄。嘅人在看海潮嘅指點，日本書嘅世界，其實人做嚟看到對鄭醫生搬遷到高雄。佢開始認為自家係高雄嘅市民，佢看到高雄嘅社會問題，包含污染啊，包含噪音啊，包含肉體嘅減少等等。就本佢知道，身為嘅市民，我應該做得為到高雄來做出一些更加多嘅事情。故所，佢就先對高雄嘅一個問題嘅發覺。各位對高雄嘅描寫開始，故所對海潮嘅指點地位就由高雄一個部分。隔嘅3年出嚟《高雄詩潮》一本書，佢對《高雄詩潮》出版嘅時節，其實佢嗰本書係用高雄做加一個觀察。故所現在哋看到對醫生嘅曾國海，佢對早期對受到一個醫學嘅訓練，各位都係高雄來執醫。雖然講佢就係做醫生嘅工作為主。不過佢同時未認識到，我身為一個高雄市民，我對於高雄嘅地方做得有樣嘅理解，做得有樣嘅書寫，故所出現為高雄詩潮一本詩集。